Assalomu alaykum, hurmatli qarindoshlar. Bugun oldin ma'lumot berganimiz bo'yicha chet ellarda yashayotgan demokratik Xitoylarning vakillaridan biri bo'lgan Tang xonim bilan bo'lgan suhbatimiz bo'ladi. Bugungi suhbat Xitoy tilida bo'ladi. Oxirida men qisqacha tarjima qilishga tirishaman. 各位朋友，你们好。就像我事先预告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旅居以色列的作家、诗人唐丹红女士。你好，唐丹红女士，非常高兴今天能请到你跟我们有一个交流。你好，贾斯瑞特。我也很高兴跟你交流。好，我知道你，我认识你是从网上开始的，就是我读过你写的文章，就是塔里木一个维吾尔人，这篇文章我可以说写的非常感人。首先。我知道的，也就是您是来自中国的一个作家、诗人，目前旅居以色列。你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谈一下，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在这篇文章中写到的两个维吾尔人，一个是塔里木，塔里木他原名就是Abdelrashid Berke。还有你在文章中提到另外一个维吾尔人叫 Erkin， 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简单的谈一谈这两个维吾尔人以及你对他们的印象？塔里木就是阿布勒特，他是应该说是我第一个就是非常近距离的交往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本人也是一个诗人，他在那个以色列就是海法大学那个亚洲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另外一个维吾尔人在文章中我叫他 Erkin， 他呢是我的就是脸书和推特上的网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因为我们是网友嘛，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就是推特上有一些私信的来往，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就是到底住在哪儿，或者是就是所有他的个人情况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不妨碍，就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能够谈得来的地方。对。您在文章中写到，大概是2017年吧，就是塔里木，他说要回国，然后他回去以后就消失了。后来你们好像听到他被关进了集中营，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他应该是16年的下半年回去的，不是17年。16年，对。好像是16年，对。他回去之前，其实我们总共只见了3面，就是第一次是他先是跟我在脸书上成了朋友，然后我们因为他是在以色列，一个维吾尔人在以色列，又是一个诗人，就是当然我们就很自然的会交谈起来了哈，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也经常去以色列北边，就是靠近海法的那些地方去，就是徒步，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机会，我们就约上一块儿去徒步，这样就跟他一起徒步了大概10多公里吧，有
大概在一块有7、8个小时，我们就谈了，一直在谈，反正那个就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后来他就是我请他到我家来，吃过一顿饭，还有第3次见面就是他告诉我他要回去了，他已经把我就是从他的脸书朋友都给我删除，他就解释一下，他说，就是说他回去了不太方便嘛，他就把我，就是脸书朋友给我删除了，然后，那我说那你要走的话，你就再过来，咱们再见面，在我家再吃一顿饭。他结果来了以后，他非常的匆忙，就是他说，他也不吃饭了，很着急，反正就是要赶火车回去。然后他就说了我觉得他当时可能是不是都有预感吧，他就说回去，可能会在机场消失，或者会被打一顿，当然也可能就是说不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当时就是觉得，我觉得他就是说话，我自己觉得就是他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我觉得你都能拿到护照到以色列来做博士后，而且他那个时候好像说他回去会在川大去做文学教授还是什么的。那我说，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体制中人哈，而且他也一点都不极端，就是他还跟我的就是聊天当中都一直像劝我写文章应该语气再温和一点儿，措辞不要那么激烈，对，而且他也说他不主张独立，就是他觉得如果能够自治，那就没有必要非要去争取那个独立。所以我就觉得他说的话，当时我就根本不相信的，我就觉得不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而且我就觉得他说那过2年请你和我先生去那个到就是新疆去玩，他都是说新疆的，我说我好像不敢去吧，我说我是一个分裂分子哈，然后他说我说要是把我抓了怎么办？他说要是把你抓了，我找朋友把你捞出来。我说怎么捞啊？他说新疆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给钱就行。我当时还想，我说他跟那个好像公安都有关系什么的，我就还对他起了疑心哈，就是你知道出来的人，像我们这种人都比较多疑嘛那种，所以但是他走了以后，他说了也不要就是叫我不要给他写那个 email 问候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也不主动联系他。都是到了17年吧，开始不是就抓人了嘛，越来越多的人被抓了，然后我就一直肯定自然会想到他，然后但是又不敢打听，因为他走之前都那么谨慎的把我从脸书的朋友给删掉了，然后他也告诉我了，不要就是给他写信，如果要写什么都让我先生给他写，所以我也就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给他写信问候一下。然后后来我跟我先生商量，我说要不他写，然后我们又说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因为在推特上看到很多那些人被抓的理由都就非常荒诞的一点点，比如说出过国呀，或者是跟在国外的家人通过电话什么的。那我想我这儿写信过去，那肯定如果有人监控他，那不是更糟糕吗？然后我让我先生给他写，那也是从以色列来的邮件，而且万一别人也知道我先生是谁，反正就是特别恐惧那种，就不敢给他写。后来就是因为那个
推特上埃尔肯不是我们私下有时候会聊，在那个聊一下嘛，在私信里面，然后我就实在是觉得我忍不住要问一下他，因为他以前也跟我说过，他知道有一个有一个维吾尔诗人到了以色列，所以我想他应该有渠道知道，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还知道不知道那个人的下落？所以从这儿才这个我艾尔肯他去帮我打听，而且就是他就是怎么说那个就是跟好几个人确认了，确实是他确实被抓了，所以我当时非常难过，那么直到今然后我天才写这个文章。直到今天你们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是吧？关于他的？没有任何消息。没有。有时候有些网友就是应该说是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有几个也是在网上都没见过面的，不知道，就这些朋友，他们有的是说，比如说他们认识他，然后知道他被抓的时候，好像说他的夫人也被，当时他的夫人反应很强烈。所以把两个都抓了，然后后来又把夫人放回来了。然后前不久还有一个，也是一个维吾尔人，也是我没见过的，就是在网上他跟我聊，他说他听说的，最近的消息是有人，看到他吧，大概是2个月之前还是3个月之前看到他，说他瘦得非常厉害。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就是确切不确切，因为告诉我的人也不确切，是这样，就是他也不肯定，他他看到的就是他。他们这个人不是他看到，他也可能也是听里面的人说。对。那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放，因为那个姓陈的，陈全国。他说他们已经放了90%的人嘛，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想知道到底是谁被放了。我想他可能没有放吧，他反正就是没有消息，他的老师也没有啊，李默的也没有他的消息。如果李默的知道他放了，也会告诉我的。应该是没有放。应该是，反正没有消息。那唐女士，可不可以说你认识维吾尔人就是从这2个人开始的呢？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之前对维吾尔人，我生活在成都吧，我从来没有，就对我来说，对不起啊，我说新疆，但是有。就是所谓新疆的意思，是不好意思，对，我是不好意思说新疆的，但是就是说在成都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新疆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跟我就是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是我也没有就是没有见过没有接触过维吾尔人。对，就只有那个时候成都，我出来之前，成都我去过大概也就1、2家那个，维吾尔人开的餐厅。是这样。在那个对，然后就是都是负面的，除了那个餐厅，然后就是说维吾尔小偷什么的，然后听到的人说维吾尔人说的也很负面嘛，所以对，就是没有接触过。那这2个人就是说阿布勒应该是我唯一见过面的维吾尔人，另外一个就是没见过面嘛，就是埃尔肯。对，是他们就是我最初接触的维吾尔人。对，那我听说你对藏人就是 Tibet 是比较有研究的。我想问问，就是
你在这本书就是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一书中写道，在我看来，中间道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被中国侵略和占领，本来西藏完全有权利争取恢复独立，但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中国现在是更改这个历史，就好像曾经是同一个国家一样。我觉得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理解这段历史，理解中间道路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呢，我知道你去过印度，跟这个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有关人员接触过，也采访过一些藏人，对，可以说对藏人比较了解吧。你看到的虽然以前没见过维吾尔人，你看到的那个塔里木，就是阿卜杜什巴给你的印象好像是比较温和，他还描述您是个分裂分子。中共分裂分子没有，我意思他总劝你温和一些。对，你戏称你是他觉得我极端，可能太激烈一点了吧，就是对你戏称自己是个分裂分子，不过他看到你写的比较极端的东西，他还劝你温和一些。你也提到过，他好像也不这么主张独立的。结果就因为在海外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以后他就被抓了。你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本书上写到的，就是西藏以前就是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完全有权利就是要求恢复独立。我们维吾尔人也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也曾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帝国，还有就是很多的王国。最近的2个共和国，也就是1933年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44年最后一次的共和国延续到了1949年，最后就是这个斯大林跟毛泽东达成协议以后，我们当时的领导人也受到了苏共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方面的影响，也就觉得这共产主义是个好东西，所以也就倾向于跟毛泽东合作，就是和平的跟中国统一吧。当时已经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是我们最后建立的2个共和国。结果这个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权给了我们很多许诺，就是10年以后退出啊什么的，结果一待就是直到现在。而且你可能就是采访那些在藏人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悲惨的故事，就是共产党残杀这个藏人的故事。不过现在如果你注意到的话，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维吾尔人悲惨的故事，因为世界已经许诺过，就是2战期间对犹太人发生的那种大规模屠杀不会再发生，那种大规模的集中营也不会再出现。没想到这样残酷的东西，大规模的集中营，在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东土耳其斯坦已经出现了，已经300多万人被关押进去。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出过国，就因为读过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甚至说过萨拉麦雷孔这种很简单的就是打招呼的话。我们维吾尔人一般打招呼就说萨拉麦雷孔，这虽然是从阿拉伯语过来的，不过这等于是汉语的你好，很简单。就因为这个也有被人关进去了。反正我们的情况我们最了解。不过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比较过就是藏人跟维吾尔人的处境，因为有什么共同之处，也有什么区别吗？
我呃，我倒是没有，就是我觉得共同之处是肯定都是，就是肯定有了，因为都是被占领、被征服、被压迫和被屠杀的这个情况嘛，这些都是就是它也是共通的。虽然就是西藏它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呃也有那个国际法，就是国际法的那个一些国际法律师，比如说给那个联合国做咨询的那些国际法律师，他们也做了很多好几次的这个就是认定哈，他做了一个判断，他就觉得西藏在49年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本质上我觉得虽然那个东土耳其斯坦它只有2个短暂的嗯共和国，就是呃，但是它有悠久的历史，而且那个他们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在49年之前，应该说汉人从来就没有在那儿也没有多少，也不是说就是呃就肯定也是同样，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管那个，东土耳其斯坦那片土地，以前我们用现在的那个国家概念来怎么来判断它，它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一个，它以前就不是中国的，它也不是汉人统治的地方，它就是一个被强行征服的、被占领的地方。你要把它说成是49年以后的中共国的殖民地，也可以这样说，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西藏的，就是是非常相似的。那当然，中共的政策，也同样的，嗯那维吾尔人可能跟藏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西藏人他们因为有达赖喇嘛，他们的宗教比如说主张不杀生，或者是就是好像就是对中共来说，或者对很多汉人来说，他觉得就是要是不是他就理解为是要驯服一点。那维吾尔人的反抗要就是有更多的反抗，或者有更比较激烈的反抗。那对在很多汉人看来，那就是他就会把他说利用就是维吾尔人的反抗和利用国际大环境哈，就把它说成是恐怖分子啊什么的。这个区别在我看，在汉人的角度看，那个也许就是驯服一点和不驯服一点的区别吧。对，我们跟藏人的区别可能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有时候反抗是比较激烈的，因为我们是突厥人，跟土伯特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们有他们的宗教，我们也有我们的宗教。他们的宗教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倡导和平，说不杀生之类的。我们的伊斯兰教主张的也是和平，不过我们就是可能过于仁慈了，就是太相信这个中国人了吧，可以说。当时他们来的时候，虽然我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在49年的时候，我们的当时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少人在苏联，当时的苏联就是留过学，受到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既然毛泽东他主张的也是共产主义嘛。所以当时我们领导人不少人在莫斯科苏联其他地方生活过，一看社会主义挺不错的嘛，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的制度，
那不挺好吗？可能当时他们没有就是预见到这未来会发生这么多惨烈的事儿，也就同意跟中共合作。结果中共军队来了以后就开始大屠杀，那个叫王震的，一口气杀了大概上百万维吾尔人。有不少的作品我看完以后，非常的残忍，有些村庄他就直接炮轰，夷为平地，不管是大人小孩，妇女老人全都杀。他们就有这种方式，想让我们就是服服帖帖的，丝毫没有反抗心理。直到今天，这个叫陈全国的，他原来是在土伯特当的是党委书记，在当地好像也就采取非常残忍的手段管制这个藏人，镇压藏人。结果这个姓西的上任以后，就把他调到我们那儿去东土耳其斯坦当总书记。听说他已经立下什么军令状，说是在很短时间内要平息所有的暴乱，要根除所有的暴乱。他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残忍。他说他要建这些个集中营，要把它管理的像学校一样，像学校一样的教育，像军队的管理，像监狱一样的戒备，必须破坏他们的血脉，他们的网络，他们的根。他这里说的很清楚，他就是要拔掉我们的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维吾尔人，他们被迫穿着汉人在唐代穿的衣服，跳维吾尔舞，而且我们的著名的十二木卡姆，这是世界有名的遗产，文化遗产，他们也已经开始用汉语唱这个了。而且我们看到突然有不少维吾尔妇女、维吾尔女孩，强迫嫁给汉人，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信奉伊斯兰教，跟汉人信仰的他们很多汉人都不信教，有的信仰这个佛教，我们信仰不一样，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所以我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维汉通婚的这个比例不到1%，最近听说这个数字已经上到3%、5%的样子。不过我实在不理解，这个法西斯叫陈全国的法西斯来我们这儿执政以后，他强迫就是维吾尔人嫁给汉人。我看到了不少婚礼的这个录像，一看那姑娘的脸上的表情，她根本不是在参加婚礼，更像是在参加葬礼。你说这种婚礼他们能幸福吗？这个王八蛋他就依靠他的政府的力量强迫这个维吾尔人嫁给他能有幸福的家庭吗？而且他们就是说强迫的手段非常的卑鄙，就是说直接去敲维吾尔族姑娘的门，说你要嫁给这个人，你要不嫁，你的父母你的亲人就得进集中营。这个简直就是法西斯嘛！而且你看他们不光这么做，而且派着汉人住进了维吾尔人的家庭。你说人的一个家是人的最后的一个城堡，他自由的最后一个堡垒。他在自己家里起码有点自由，可以说自己爱说的话，想说的话，可以跟自己的人聊天，可以做自己干的事儿。现在这个也不行了，他们已经住到维吾尔人的家里去了，跟你住在一起。而且很多家里，比如说男人都被抓进去了，剩下的只有女人。突然来了个汉族男人住进这个家里，你说会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我们是读过历史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卑鄙无耻的事儿。
哪怕是就是纳粹德国二战期间屠杀为那个犹太人，他们也没有派德国人住进犹太人的家里吧？他们也没有强迫犹太的女人嫁给德国男的吧？反正这个现在他们形成的信息的，他们这么做，简直是出乎人的想象力，非常的残酷。所以说现在虽然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了解，不过还有不少人在描写这个我们东土耳其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是所谓的文化灭绝。不过我们知道这明明是大屠杀，跟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没什么区别，而且更加残忍。不知道汤女士怎么看对这个问题？我想先说一下他的这个政策。他现在的这个政策其实，他从古代吧，就是古代从秦代开始，各朝各代他都有这种，就是他，中国的学者，现在的学者，他们你在网上去搜那个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边疆政策，它的名字叫边疆政策。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得很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当然他的这个研究呢，他肯定是为了给当局就是出谋划策的，另外一个呢，他也是改写历史，就是说把古代说的就好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古代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就是这些民族就已经是归顺了这个中央王朝哈，它都是这个写法，但是你还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怎么扩张的一个政策，它用的那个比如说必须说汉话，必须穿汉服，还有就是逼那个别的民族必须嫁给汉人，就是汉人和那个别的民族通婚。这些政策就是早就有了，历朝历代他都是用的这个政策，特别是他强势的时候，他弱势的时候他有另外一套，但是他强势的时候他就都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就是汉人并不是说一开始我们中国就好像就这么大就有这么多人汉人哈，他都是就是通过这个扩张，然后通过这个语言灭绝和文化灭绝，就是一样的方式来把中国就是到了今天这么大，他就是都是这样的，他自己的文章里面都写他是怎么开疆拓土的，虽然说是边疆政策，所以现在的这些政策应该就是古代专制制度下的那个所有的这些政策的一个沿用和升级嘛，他是这样，当然他就现在做的就是更极端的，就是说他还用了集中营的这个手段和他还因为现在的集中营，他把它变成这个所谓的就是教育营的这个他还就是好像国际法当中有一些他都规避一些国际法当中不允许的或者是违反国际法的一些条例哈，他都做了一些规避，就是非常的就是升级的很高级这种，这个是一个，所以他就是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专制制度下的政策的升级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维吾尔人现在超过300万的人被关在这个集中营当中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安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就像你说的一样，它不可避免的让我想到了纳粹的集中营，它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他在就是纳粹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之前，他也做了一些宣传的
就是妖魔化犹太人的这个宣传的准备工作。那维吾尔人我们也看到的，在前几年他的官方和民间都有，或者是就是互相是串通的哈，就是做了一些舆论上的这个宣传上的准备，就是妖魔化了维吾尔人。另外一个呢，就是纳粹他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的时候，他是用的理由也是为了德国的国家安全。那中国现在用的也是这个同样的借口，对吧？就是为了什么安全？那还有犹太人，其实最让人不安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纳粹德国他开始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他当时都不叫集中营，他叫隔离营嘛。他的目的也不是要就是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好了是要大屠杀的，他开始的目的就是隔离，然后要就是囤积这些人，好像奴隶一样嘛，就是要剥削他们的劳动力，把他们作为那个就是强制劳役嘛，这样来用。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就是他最后走到了大屠杀的这一步呢，他是积累起来的，就是一步一步，学者有一个说法，就是叫累积式激进，所以它是各种原因，当然就是总结起来说，就是集权制度本身，使他不可避免的要走到这一步，就最后就是，就是大屠杀，所以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现在维吾尔人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把那么多人关在里面，我们都知道监狱是一个，就是监狱他把人监禁，但是他释放人的人性当中最黑暗的一面，就是那些看守所和监狱的那些看守的话，他在这个情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可能会变，他平常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个好父亲，就像那些纳粹的军官或者看守一样，但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就可能会变成，就是释放他人性当中最黑暗的一面，他就会变成一个恶魔。而且他们也已经把就是受害者妖魔化了。那他在同样，他实际上就是说他的迫害也就正当化了，他就是像驱魔一样嘛，他已经把你妖魔化了，那他要怎么迫害你、杀你，他想做什么都可以了。所以而且他还没有心理障碍了。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会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就是中共当局的学者，他们跟那个当年纳粹的那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哈，非常类似，就是出谋划策，或者是在宣传上，他找到了那个一种口径，所以这些所有的相似之处，也就说明他也不排除像犹太人被大屠杀当时的那个情境，就是说他会累积式的一步一步的走到大屠杀的这一步。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可怕，就是国际社会同样也像二战就是那个时候的国际社会，他们其实更多的就是还是装聋作哑，对，保持沉默，对，甚至还有为他辩护，为他叫好的，对吧？然后还有也像当时就是纳粹集中营一样，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公司，品牌公司跟集中营合作，就是经济上就是剥削那些集中营当中的人。现在我们前几天也看到，就是也有暴露嘛，就是在新疆开的那些公司，
用的也是集中营生产的产品什么的，对，所以这个非常相似的。而且，对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还跟德国当时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中国它现在好像还是很有经济上的势力哈，就是国际社会很多，就他用钱还能够，他用贸易什么的让很多人闭嘴，所以，非常可怕，就是这个情况。对，他们公开的说要管好这个民族，他实际上要说的要根除这个民族，首先得从干掉他们的精英开始。所以说他们虽然是把集中营描绘的非常的好听，说是什么职业培训中心，不过关进去的人有大学的校长，有大学的教授，还有很多作家学者，反正有脑袋的人，能干的人，有领导能力的人，维吾尔当中这样的人几乎全部被关进去了。就像你认识的那个塔里木，他好像是个非常温和派的一个人，他不主张独立，他很害怕，他知道那儿的情况很恐怖，所以走之前还把你从脸书上给删除，想的就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过去了以后还是被抓了，还是不光是他家里人也被抓了。这个中国人的就是现在中共的政策很明确，就像他们公开说的，首先要灭掉他们的精英，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其他人就很好管了。所以我们听说了，就是在监狱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集中营里，有不少人给打死了。这些人就是有脑子，聪明的人，他知道他无缘无故被抓了以后，他就想不通，他就跟他评理，你凭什么抓我？我干了什么？我不需要什么职业培训呢，我是教授，我是大学校长。最近他们还判了什么大学校长，一位大学校长，还有一个是学院的学院长，死刑。原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非常出名的学者，他们根本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完完全全是学者。那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他们什么罪啊？他们也没有公判，他们的目的就是很公开的，就是要杀掉他们的精英，其他的人就好办了。所以他们现在干的是公开的一个大屠杀。集中营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有人死了，而且有人快死了他们才放人，放人以后出来没过2-3天就死了，反正这样死的人太多了。而且他们公开的跟维吾尔女性还有哈萨克女性做绝育手术，强迫她接受绝育手术，意思就是说你生不了孩子了，要么做手术，要么给你吃药，就是很多女性都停了这个月经了。这就是虽然他们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的公开的用机枪屠杀，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悄悄的屠杀，不声不响的屠杀。而这种屠杀比公开的屠杀，用机枪屠杀更可怕。因为你现在他们觉得他们很聪明，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屠杀维吾尔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维奇，他比较脑子发热，就是也不像中国人那么聪明吧，他就拿着机枪就屠杀，杀了以后，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现在就发展成什么程度了？人家就能用那个天上的卫星可以看到你在干什么。这世界看到他们大规模屠杀穆斯林以后，就北约就公开就是军事介入，结果科索沃还有前南斯拉夫的很多国家都独立了。
中共呢，他现在想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把所有的人关起来，然后天上的卫星看不到，让人听不到枪声，就让他们吃，让他们的妇女男的吃药，让他们生不了孩子绝育，用这种方式屠杀，这是明明白白的就是种族屠杀。汤女士，你住在以色列，我们维吾尔人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就是同样经历过这样大屠杀的以色列人，以及整个以色列社会对维吾尔人现在的处境是怎么反应的？以色列，我觉得我周围的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就算是他因为有媒体也有报道嘛，但是他就算是从这些媒体的报道知道一点儿，好像我觉得我在以色列我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就是真的很了解这个事儿，或者是反应很强烈，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好像也是中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维吾尔人，就是连什么是维吾尔都不知道哈。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认为以色列的，他们以色列人好像也很看重那个跟中国的贸易来往，特别是就是这10多年来的这个政府都是竭力跟中国搞好关系的。然后因为中国对以色列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是官方吧，可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说任何话的。而且好像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调查，是不是皮尤调查？就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这个，就是他一个民意调查嘛，他很多国家的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产生了就是负面的印象，就是这个比例升高。但是好像以色列反而是正面影响的比例升高，所以就是我的总体印象就是这个。我周围我知道的人没有几个知道新疆的这个状况，除非就是我跟他们讲了。我以前的学生，有一两个学生是，他们好像还在研究维吾尔，就是他们知道。这是我的印象，当然我不能说是不是就总体来说，就是以色列对这维吾尔人的状况了解的不是很多，是这样吗？对，对，了解不是很多，然后但是有媒体报道，报道过好几次。今天就是今天不是，反正电视台和报纸都有媒体。电台都有媒体有报道过。但是对，因为以色列他自己也是一个事儿很多的国，大选呢，还有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啊，所以他人的关注点就是最热烈关注的那个点确实也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国外看到，就是有不少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就是在争取将中国民主化，都说中国也应该是个民主国家。他们最终的奋斗目标就是打倒共产党，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国家。我本人也跟这些就是民主分子、民主自由战士吧，可以说跟他们接触过。总的印象是我们维吾尔人在跟他们就是
这个民主派，中国的民主派，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的印象是，虽然他们提倡民主，提倡有西方这样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如果一提到这个维吾尔人问题、土伯特的问题，他们就是不知不觉的跟中共唱同样的调子，就是说，好像维吾尔人Tibet 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嘛，你们要独立，这个难说，有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支持你们独立，好像他们收到的这个有关历史的学识吧，他们学的有关历史，也就是共产党写的那个历史。你知道共产党的他公开说，就是历史就应该为当前的局势服务，历史就应该为稳定服务。所以说他肆无忌惮的就是改变历史，把我们维吾尔人的历史写成是中国的历史，写成是汉人的历史。所以好像这些自由战士，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学的好像也就是中共宣传的那个历史。所以一提到我们维吾尔人实在是没办法跟汉人一起生活了，跟中国一起生活了，唯一的因为我们维吾尔人从49年或者是从清朝占领我们那东土耳其斯坦以来，我们我们试过就是和平共处吧。不管你对他们好，还是反抗，还是恶意封城，反正我们迎来的就是屠杀，没有别的。我们看到的只有杀。我们已经死了几百万人。就说那个塔里木吧，他本来就是个温和派。不过他现在脑子里肯定也想着独立呢，为什么？没想到中国人会这么残忍，把那么多的人关进集中营。可以明白的说，这个集中营出现之前，维吾尔人当中主张独立的人可能一半左右吧。不过现在共产党现在这个政策，大屠杀政策，已经让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改变了看法。你要是现在问维吾尔人的话，我可以100%的保证，绝对超过95%的维吾尔人要独立，因为他们实在没法看到别的可能性了，因为中共根本就没有留下别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就是感觉到跟中国人当邻居，我们太悲剧了，跟他们一起生活，我们只有悲惨的生活。所以居然我们历史上就是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直到现在我们一看啊，我们什么都没了，军队没了，手里连刀都不用拿不了，就是刀都被铁链给连起来了，用刀都不行，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就侵略到我们的房子里来了，跟我们一起睡觉，强迫我们的女孩跟他们结婚。这样的话，维吾尔人现在只有唯一的诉求，也就是独立了。所以说近几年吧，可以说维吾尔人当中主张独立的人迅速增长，可以说超过95%的人吧，绝对主张独立。不过一跟这帮民主派国外的民运人士谈独立的话，他们还是给人感觉不支持我们的独立。这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民主社会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他们知道民主是什么，他们也学到了不少有关维吾尔人的、有关 Tibet 的历史，他们知道，他们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不过他们还是不愿意支持我们的独立。你以为这里面起的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环境哈，我们知道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是可能都超出我们的想象的。那中国我们不说远了嘛，就是这70年来，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集权制度，它是从
各个方面就是控制人，当然也就是特别是控制人的思想。那这个制度呢，也是就是理性的思考，或者是正常的思考是很难建立的，因为这个集权制度就是它完全给你封闭在一个跟现实跟真实的现实好像是两个世界哈，的这样一个情境，所以我觉得民运的人，比如说他们反共，他们把中国分成是共产党和人民，这样好像是两个分明的两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可笑，就是共产党就是中国这个文化，这个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然后这70年的这个集权制度，它改变人的人性，就是你看现在70年这个阅兵式的这些很多人，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激动和热爱那个在主席台上出现的那些人哈，是真心的自豪，是真心的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和这个集权制度去死的人可能都有，所以集权制度的这个对人性的改变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也许我们自己都受到了很多这种就是这个集权制度带来的一些改变。那民运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很多比如说他了解这个历史，但是他们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又会换一套语言，跟中国当局的描述历史的这个就是改写这个历史的这个语言方式一样的这种方式去描述西藏人或者是维吾尔人的历史。我觉得就是说他虽然反共，但是他身上也有很多这个集权制度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同化吧。比如说像现在这个集中营，集中营它并不是单纯只是想把维吾尔人或者哈萨克人其他这些民族从就是思想上同化为汉人的思想，他实际上也想把他们同化成就是中共国的汉人啊，就是现在的这些其实非常喜欢共产党也拥护中共的人，所以就是说希望是给他们一个人性上的改变，还不仅仅是只是人种或者是文化上的改变，它就是因为这个集权制度跟对汉人的影响已经是就是它使得很多个体相信这个共产党是好的，给这个国家要复兴要强大，然后我们要反分裂，它跟共产党就是一体的了，是一样的了。所以这个民运的这些人，他一边说反共，一边又不愿意或者是不承认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历史，也不愿意别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将来，那这个就本身就证明了他们跟中共，就是他们跟他们的敌人其实也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对，这一点就是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很多年，
应该是受到的是另外的教育，跟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民主的基础就是说要询问当地人他们想干什么，如果绝大多数想独立的话，你应该尊重才对。不过我们不太明白的就是，虽然他们是中国人，不过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崇尚的就是民主的精神，不过他们根本就不尊重民主的基础，怎么说呢？民族的这个灵魂。他们说，共产党当初也支持过藏人独立啊，还要建立博巴共和国，然后他们也说言论自由，也说民主，都说过的。对，说过的就是，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的跟干的不一样。就是刚才您呢提到了这个洗脑的事儿，我最近看到2个video 就是视频，感到非常的难以理解。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视频流出来，就是有人说是用无人机拍摄的，也有人说是监控跟监控器拍摄的。就是我们东土耳其斯坦有一个火车站，他关押了，就是你也看到了这个视频，我想。有人就是有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去澳大利亚，就是接受当地采访的时候，他公然的就是说这个视频是假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过看到这个视频的小孩子都知道这是真的，因为这种情况虽然是第一次被暴露出来，不过我们维吾尔人知道，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就是用火车，就像当年纳粹德国就是押送这个犹太人去集中营那样，就是他们押送这些人去集中营，而且押送到中国内地去关押。去中国内地的人，他肯定是回不来了，就死定了。他们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他们的内脏器官，所以这一次流露出来后，中共非常的恐慌，所以这个人开口就否认这是真的。他说现在是高科技啊，这个完全可以做出来呀，什么什么的。这个人简直脑子进水了，给人感觉这个视频一看就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另外就是第二天，我又看到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访问，就是澳大利亚大街上访问一帮就是中国学生大学生，就问他们共产党好不好，他们说共产党好啊。但是共产党开了集中营关押300万人好吗？他们说好啊，因为他们做错了事儿，他们没有尊重法律。然后说共产党干涉你的自由，不让你相信信教，这个没问题吗？他们说没问题啊，我们可以不信教。还有说共产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有权利这么干吗？他们说他们有权利这么干。这我看了以后，我简直想哭。这是人说的话吗？他们有的人说他在澳大利亚活了8年，有的9年了，在自由社会活了那么长时间。他的穿着打扮也就是很时髦，很像是澳大利亚人。不过他们脑袋简直是不是怎么说呢？这个不是正常人的脑袋。你说洗脑再洗脑，你毕竟是人呐，人这个东西有自主思考能力的，你就是把脑袋切开，用洗衣机洗完以后，他自己还是可以自己思考的。不过这帮人怎么了？我实在不明白，这洗脑有这么厉害吗？能洗成这个程度吗？我觉得就是集权制度制造的这种驯化的产品吧。就像我们人类不是也驯化一些动物？我这个说法虽然这个比喻哈，就是人可以把狼变成狗，对吧？那你要再把狗变回狼，可能也还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对。
是啊，反正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人有理性，就是理性对待所有的事儿，能有正常思考。可惜，我们越来越感到，就是屠杀我们的这帮人不是正常人，他们不是正常人，他们没有正常的思考，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想跟唐女士谈谈这个信息的，就是中国的现在的总书记吧。他这个人给人感觉他非常想当皇帝，虽然他没那个底气，也没那个能耐，也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当皇帝这个，离太远了。你说当初的毛泽东吧，他当皇帝当了很多年，他是从长征开始的。干了很多年的，参加很多的战争什么的，干了很多年，就按照他说的，他是靠着他的枪杆子，就是打出政权，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然后夺取的政权。他当皇帝还是可以理解的吧？毕竟共产党虽然说他为人民服务，不过谁都知道他不是为人民服务，他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是个世界上最大的黑帮集团。毛泽东当了很多年的皇帝，然后出来个邓小平搞改革，就是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中国人生活有大大的改善。本来中国人活得挺好的，安安静静的，都想赚多一点的钱，过好一点的生活。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习，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个家伙，他非常想当皇帝，突然把中国拉向这毛的时代。非常的作，而且他怎么说呢？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极端，比毛还极端。比如说这最近中共建政70周年大庆，网上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写的，这是不是习近平最后一庆啊？比如说10月3号传来几个网上对大阅兵不以为然的普通人被抓的消息，就是说因为有人说这大阅兵有什么好看的呀，他好像也是四川人，结果给抓了。这太可笑了，因为他说这个阅兵很正常，没什么好看的就被抓了，这是在邓的时代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到了习的时代这种事已经很正常了，就是习上台以后阅兵5次，建政70周年，中共把喜事当丧事办，消杀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习近平登上权力宝座，他承诺要带领中共奋斗走向建党与建国2个100周年，也就是说建党100周年到2021年，后面那个建国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他意思就是说，共产党他要延续共产党政权到2049年，甚至更长。不过现在一看，国际上反对习的，这反对中共的人是越来越多，包括美国政府公开的反对中共，说是中共就是中国祸根的根源。就是我觉得这个新习的出来以后，把中国给弄得乱七八糟的，而且很多人都在谈论习可能就是中共最后一位领导人，不知道汤女士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呢？我觉得改革开放那30年哈，就是可能很多人我们自己都以为就是那中国可能就是只会是一天一天的走向开放。那现在呢，就是看来其实它是一个设计，就是
当他以前是集权控制的特别严的时候呢，他的经济什么的也就很难就是发展嘛，所以他人民生活也就不好。那他得松一松，就是开放一下，让他经济发展一下。但实际上一切都在他的这个掌握当中。因为随着经济开放，还有一些信息的开放以后，人的就是他对思想的控制就没法那么严了，那他也就威胁到他的就是这个政权，威胁到他的权利，所以他就又会重新就是严加防范和控制，那。但是呢，就是这30年的经济开放，反而就是给他就好像是输血了，打了那个强心针哈，那他就更有就更有这个实力来加强控制。你看现在他也有钱，然后他的技术也从就是人脸识别啊，还有采集人的血样，就是 DNA 的这些信息，它的这个控制手段就更先进了。而且这个政权还有核武器，对吧？对。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民主化的这个对我是觉得遥遥无期的。而且我觉得国际上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反感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改变。毛泽东时代完全封闭中国，封闭在铁幕之后，它也可以就是存在20-30年，对吧？那它现在又封闭，它还能够也再存在很多年，然后到它实在是不行了，得开放的时候，它又再开放一下，我感觉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除非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就是越来越激化的，有可能出现就是比如说习近平被打倒，但是另外上来的一个人会不会跟他不同，我很难就是想象。而且吧，这个你看，国际社会已经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情况，已经就是说有一个教训了。以前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独裁者、集权国家，它能够维护一种稳定，那它也好像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的麻烦，它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嘛。所以，伊拉克就是萨达姆被推翻以后，他的难民，还有叙利亚内战这些年，就是难民，已经让这个世界就是可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宁可维护一个独裁政权，能够使得就是不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对吧？如果中国就像前几天共产党，他不是发布了一个那个白皮书，就说了，如果没有共产党，这个中国就会分裂。他实际上要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就是如果中国分裂了，那这个所有的麻烦就会跑到这个国际上去，那对你们谁都没好处。所以这个国际社会可能他们会认为就是中国保持这个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这是我的看法。对，共产党就是说没有我们中国就会分裂成很多国家，用这种谎言来就是吓唬他的民众。中国人呢，很多人都不想分裂，所以可能他们当中也不少人也就觉得共产党就共产党吧，
反正有日子过就可以了。不过有人就不这么想，比如说香港人，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已经20多年了吧？就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改口，他们本来就是承诺的一国两制，结果他想把它改成一国一制，就是说在香港犯罪的人也可以弄到大陆来审判。结果他想改变一项法律，没想到这事闹大了。香港从6月份直到现在一直在大规模的游行，而且很多游行就当中有人被打伤啊。前几天我们看到警察已经开枪了，已经打了2个人，也有一个差点死掉，打中胸部，差点击中心脏，好像还在抢救。另外一个14岁的一个中学生吧，也被枪伤了，开枪打伤大腿，也在治疗。就是说，中国在东土耳其斯坦和土伯特开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他没人管他，就是他是可以随便开枪杀人。我甚至听说，就是在那个集中营里有一个警察打死一个犯人，可以立3等功。这种神经质的政策，我在人类历史上也没听说过。不过香港人起来反抗以后，香港的局势是越来越差，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开枪了。很多人预测。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跟89年6·4一样，就是中共派军队镇压，否则的话，好像这种形势还要延续下去。香港人好像不会那么快就会接受中共的一国一制。所以现在不光是维吾尔问题、土伯特问题，现在又加上了香港问题。反正中国出来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谁知道会出来别的什么问题？反正国际上很多人预感中国很快会有变化。你以为这香港的情势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他就算是他不，像6·4的时候那样的处理哈，他肯定会，就是说他可能不会以中央政府的这个名义，因为现在港府和香港警察就是在帮他们干脏活嘛，对，杀人啊，出台这些什么蒙面法，这些都是就是港府在干脏活，所以他如果要走到那个就是屠杀镇压的这一步，可能也是会是用就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的警察或者说假警察来干这样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的，不然的话就肯定会动摇他的权威吧，这个是集权制度，独裁者都不允许的这个情况。我是觉得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悲观，就是凶多吉少。香港人已经看到，如果他们现在不起来反抗的话，他们也会变成奴隶。他们公开的在说这话，就是说香港年轻人。对，这个关键的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对是不够的。你看昨天还是今天，不是也传出了这个消息，就是川普他好像也要用香港来跟中国做交易哈，就是所以反正我觉得人们都希望，特别是我们就是恨这个
政权的人吧，那肯定希望他快点倒掉。对。但是我感觉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对。这个是的确很难说，因为他们西方政府吧，原来想的就是说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等他们有钱了以后，等他们变成中产阶级以后，等他们出国接触到西方文明世界以后，他们的思想也会改变，他们也会寻求民主。西方世界本来想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中国，不过30年以后呢，他们现在公开的在说他们做错了，他们想错了。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真的认为他们错了。我知道有，你看他西方人在中国也开了很多公司，对吧？有很多企业，那还包括脸书、Google 什么的，现在都还想进去。那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也不希望中国倒掉的。他们因为在那儿都得到了利益。那包括有一些西方的学者，他们也依然说中国的好话。孔子学院还是到处都开着，并不是说就是说关闭的不是大多数，对吧？那为什么孔子学院它还能开着？因为它很多孔子学院也是在这些大学，就是给了很多钱，然后给学生，不光是给那些学者研究，所谓的研究经费，甚至给学生，就你看每年那个学生就是有留学生有那个，就外国学生有一个叫什么汉语桥比赛，那就是他比赛以后，前几名他都能拿到中国政府给的钱，到中国去，就是到中国去进修他的中文，然后中国政府给他出钱，这个对他们都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就是所谓中国的软实力。那很多有很多学者并不是说就那么诚实，甚至他们也就被改变了。他们真的觉得这个中国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中国政府跟毛泽东时代也不一样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就是。当然了，很多企业如果谈到企业，谈到资本家，他们主要想的就是赚钱，他们这样想是很正常的。不过，制定政策的人士，西方的，我看到不少文章，他们在公开的在写，就是说让中国加入世贸是错误的。我们采取的这种接触政策，就是让中国先富起来。然后他们富裕了以后，就自然会想到民主啊，然后他自己会改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他们在公开的谈论这个，就是说，当然，对，就是说他学术的研究嘛，他研究中国社会，他肯定是各种声音都有，这是肯定的。对。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不少国家，在对待中国的时候，好像也已经开始采取。不是完全相同的办法。比如说美国政府，以前的总统，说话非常的软弱，不敢公开的就是批评中国和中共。现在美国政府不一样了，他们公开的，比如说支持维吾尔人的自由，严厉批评中共政权残酷镇压维吾尔人、土伯特人的政策。以前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现在是公开的。比如说联合国最近开的那些大会里，已经邀请了不少维吾尔人现场作证，而且美国总统主持召开这个宗教自由的会议什么的，这些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西方世界对于在中国的政策是有些改变。他就算是有这些，当然这些就是说我肯定是觉得这个
更多的人关注，包括在联合国或者是一些人权组织的努力，就是更多的人，包括美国政府能够关注维吾尔人的状况和通过这些法案，都是好事情。但是我还是不太乐观。你看，西藏就是被占领的之前。实际上已经向这个国际社会发出了，就是很多那个就是求救的这个，呼救的这个信号，也在联合国大会，就是提出应该讨论这个西藏问题，但是，包括美国当时在内，就是，虽然民间你看那个时候的《纽约时报》，它是说中国在入侵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什么的，但是它的官方就是政府，它是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在联大要讨论西藏问题的时候，英国为了跟当时中共才刚刚宣布建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2个月之后，这个英国他就认为他可以在这个新的中国开展他的就是对华贸易啊，有一些什么他的在华的利益，他就考虑的是这个，然后他就影响了印度和英国，他们就在联大提出来，就是搁置这个西藏问题不讨论，而且就说这个就要达赖喇嘛认可，比如说就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啊什么的，就劝达赖喇嘛，你就说你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你也打不赢那这个只要是就是说只要他签订了17条嘛，他保证你的很多就是能够是一个自治区，你的文化、你的制度都能保存，那就可以了。所以然后59年达赖喇嘛流亡以后，他再一次西藏问题确实也是再一次成为了这个世界关注的一个国际化的议题，也是非常热的热点，到现在都一直是这样，但是也同样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对吧？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除非中国自己他们的权力斗争出现了一个就是突发性的转变，或者就是像阿布莱特幻想的这样这个独裁者他现在是先把权力收到他的就是独裁先收到他的手中，然后他再把中国民主化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是看不到什么希望，我可能比较悲观，对。对，不过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比如说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他们是这样写的：从各国独裁历史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掌权71年，苏共统治长达74年，中国国民党从1927年到来台后至2000年政党轮替专政时间73年。这个作家认为，这不光是历史模式的预警，当前的国际局势是中共的心头大患。中美新冷战的态势严重威胁中共政权长期存续的希望。在中国国内，经济吹起一股强劲的逆风。政治上，中共在习领导下抛弃务实主义，意识形态弹性紧缩，集体领导逐渐瓦解。中共的新毛派严格要求遵守一致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组织纪律，还有以恐惧为本的强人统治，使灾难性决策的风险大增。
反正我看到不少这样的文章，都预测这个习近平可能是中共是最后一位领导人。我也希望这很快能变为现实吧。今天的唐女士，你看到了一个与塔里木不太一样的维吾尔人，他口口声声要独立，公开宣称独立。其实你看到的不光是一个维吾尔人，你可以说你看到的是95%的维吾尔人。我敢肯定，现在中共的这种屠杀政策，民族大屠杀政策，已经让很多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就是坚定的有一个信念，就是没有独立没有出路，没有独立我们只有被杀的份儿，我们只会被屠杀，因为我们有很多年一直在被屠杀，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不光它是能够实现还是不能实现，不光是它以何种方式实现，反正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独立。我们这种坚定的意志是目前来看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以明天的事儿没法预测，谁都无法预测，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反正我们就抱着这种梦想，这种决心吧，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恢复我们被夺取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也希望土伯特人回归他们的祖国，也能生活在他们自己独立的土地上。我想请唐女士，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们维吾尔人一点建议，就是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吧，如果我们国内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权利，他说话舌头会被割掉，他瞪眼他的眼睛会被挖掉，他要反抗他会掉脑袋。不过我们在国外的维吾尔人，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里，我们敢说敢言。不知道虽然你对维吾尔了解不是很多，不过也在关注维吾尔的局势。不过我非常希望能听到，如果唐女士有什么建言的话，对在国外的维吾尔人很想听一听。我不能说是谏言哈，因为毕竟我也就是从集体身份上来说，我还是一个汉人，就是就我不敢说这个谏言，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我认为独立也是维吾尔人的权利，是天然的权利。他还别说就是说遭受了这么残酷的奴役哈，就哪怕是我们很和平的相处，可是有经济原因或者有别的原因要想独立，像苏格兰或者是像加泰罗就是罗地亚一样的想要独立，那他也是有独立的这个权利的，应该按照国际法或者是就是公投或者是民族自决，对吧？让东土耳其斯坦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族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对我来说，独立我完全的理解和尊重。那如果这儿的人们选择自治或者选择哪怕就是要统一，我也尊重，就是说只要他是自愿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所以说就是独立也是天然的这个权利。即使是没有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也有这个权利独立。何况他还遭到了这么就是至少是我们说从49年以来嘛，这么多残酷的这个迫害和屠杀的话，那他就更是有独立的这个权利了。科索沃的独立就是科索沃从来不是什么殖民地，他独立的这个他的独立得到了承认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受到了异族的这个残酷的奴役和迫害和剥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天然的权利，这个是我是这样看的。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有时候跟我身边的犹太人说到东特尔其斯坦的这个情况，现在维吾尔人这么多人被关进了集中营的这个情况，他们的第一句话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有多重要。对，有了自己的国家，就等于是有了自己的家。没有家的人是多么可悲，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就因为我们丢了家，没有家，所以到处流浪。我生活在欧洲，我生活在挪威。挪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非常有钱，人民生活的非常富足。不过我觉得我生活的像个乞丐，虽然我也有钱，我什么都有，不过我觉得我生活的像一个乞丐，总觉得少了什么东西，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祖国被侵占了，我的亲人在那受折磨，我睡不着觉，我无法过上平常的生活。所以我也梦寐以求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回到我的祖国，哪怕没有钱，哪怕过得很贫穷，只要能在我自己的祖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哪怕当个穷光蛋我也愿意。最后我想问一下唐女士，你最近也开始了解维吾尔人，你以前写过有关藏人的书，我想问一下唐女士有没有计划写有关维吾尔人的书呢？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我就是从好几年之前开始关注维吾尔的情况的时候，我想过要写文章，都也找了一些资料，还有维吾尔的朋友也帮我找了一些资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写不出来，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不能像一个代言人一样的去写，就是好像在帮着说什么话这样哈，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包括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去过，所能够看到的资料也有限，我也不太想重复，就是比如说在西藏问题上说过的类似的话，所以这个呢也是导致了我就是可能就是写这个问题比较受到了就是自己的这个限制哈，好像找不到一个角度，直到就是阿布雷特他被抓了以后，我才写了这个文章，就是主要是讲一个普通的，他本来也是我的朋友，对吧？就是我对他有一个直接的了解，所以写了这个文章。那但是我觉得，西藏的那个书，其实当时我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不能去像一个代言人一样的去，讲述别人的故事，而是我觉得有一个维吾尔人，就是在推特上的那个Uyghur from ET， 他我叫他艾尔克嘛，他就是他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如果你不讲述自己的故事，那别人就会讲述你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虽然我是我认为我是跟你们是一起的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就是以一个他人的身份来写别人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有机会，比如说有些就像西藏的这个机会，我如果能够采访一些维吾尔人，
通过我的问题，他们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或者像跟你一样，有一些这样的对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但是我个人目前我还没有这个计划。另外，我自己现在也正在写一本书，这个书就是跟我的家族有关系，所以我正在写这个书，现在所以就是主要的精力也是放在这本书上。我可以说，如果唐女士将来有这个不是计划吧，是想法的话，如果想找一些个维吾尔人了解情况的话，你住在以色列，在欧洲就有很多维吾尔人，大概2-3万人，维吾尔人都很愿意跟你合作。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悲惨的故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还真希望唐女士能够写这方面的一本书，这样我们也会非常的感激你。我也不要说感激，因为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都是人嘛，不管你是藏人还是维吾尔人，或者如果就是我们都是人，那如果我是像维吾尔一样的有遭遇这样的事情，那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一种遭遇，对吧？也有很多有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就是有些罪恶是不可原谅的，是到现在人还在集中营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来给你们许诺未来，并且设下一些限制，什么不许独立，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这样说话，在这样的时候。对，完全正确。最后我想说，非常感谢唐女士今天抽出时间与我座谈，这是我一生头一次跟一位汉族女士谈维吾尔居士谈民主，我感到我们的座谈非常愉快，我非常满意。所以说我非常感激你能抽出时间与我们座谈。我也谢谢你跟我交流，而且就是对我的信任吧，我觉得把我看成朋友，我也很荣幸。谢谢。最后祝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会有另外一次座谈，这样愉快的座谈。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唐女士，再见。谢谢加索耶。再见。再见。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Sevmiştinizi taşar kırmak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Yağmur her kaçan dersen en güzel düşlerde gözüm Hıyarlar her kaçan gezersen en güzel düşlerde gözüm var Bağrınga kümülmek en güzel armağ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ağrınga kümülmek en güzel armağ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Kuşlarga qaray men nimadur özlep Vatanim asmildim kimikimde Kuşlarga qaray men nimadur özlep Vatanim asmildim her taş her giy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Dıllarga tutuya her taş her giy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ban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bana Ey Rahman